论到我是亲像上帝厝内青翠的橄榄树，我永永远远挖苦上帝之爱，因为你行这，我要感谢你到永远。我也要伫你圣的百姓的面前仰望你的名，因为伊的名是好。请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影，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星，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起立吟全首。请做声来读使徒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公共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19篇，记载伫个圣诗后壁面是1033面。
嘛是诗篇的第84篇。请做伙来交读。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帝殿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仇。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数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公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以上，请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坐落去甲爬起来，你拢知影。你总是知影我的念头，我行路也是倒地，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嘛深知。主啊，感谢你每一日的恩典。虽然有时阵互工课甲生活压到喘袂过去，但求主提醒阮爱学习失去的珍惜，感谢现有的，用欢喜的心来过每一天，努力来学习怎样保持生活的平衡。愿有时阵因为无你的心，无行伫主的道路顶面，求主你怜悯看顾软弱不足的阮，互阮透过操练安静家己。学习用你的角度看世界，回转到你的脚前。主啊，阮犹原为着还袂煞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到即马，阁有真侪人为着疫情所困扰，真侪国家又阁开始进入新的一波寒风。求主保守阮家己甲亲友，伫咧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中，会当持守良好的卫生习惯。尽早平息疫情。亲爱的主，伫咧选举即要到的即时，台湾阁开始小可的无平静。阮知影只有你才是真正的主宰。求主你亲自掌权，互选举会当公平正义而且顺利的进行，嘛选出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因为疫情、身体也是其他因素，无法度甲阮做伙组织敬拜的兄弟姊妹，阮也为因祈祷。若有受伤的，求主你医治看顾；若心内无平安的，求主你安慰因，也保守在外的兄弟出入平安。阮也为着今仔日规个礼拜的天数甲雨赛同工来祈祷。求主带领，互一切顺遂，也求主赐落安静的灵，互阮伫咧信息中得到属灵的养赐。阮也要同齐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敢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有伫传日的市，着救阮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免。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乌鲁的诗歌是《你是上帝真道，直到通世界》。今仔日圣经记载伫咧新约路加福音8章40到56节，新约路加福音8章40到56节，伫咧新约部分第77页，嘛会使看 PowerPoint。40节，
耶稣倒转来时，众人接纳伊，因为因拢在听候伊。有一人名艾老，就是赶会堂的，来拍伫耶稣的骹下，求伊到伊的家。因为伊有高生的查某囝，约了12岁，得要死。耶稣去的时，众人围困伊。有一个妇人人活老12年，因为请医生加伙破到了，无一人为医好伊。来到耶稣的脚正后，摸伊衫躯的手，血流一指。耶稣讲：“摸我的是一罪。”大家讲无。彼得甲同行的人讲：“先生，众人逼我愧着你。”耶稣讲：“有人摸我，因为我知有权能对我出。”妇人人看伊囥袂捌，摇摇出来拍伫伊骹下，当众人的面前讲明摸伊的缘故，甲伊怎样怜悯好。耶稣甲伊讲：“妇人人啊，你的信有救你，做你安心倒去。”伊还在讲的时，有人对管会堂的家来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免劳动先生。”耶稣听见，就应伊讲：“免惊，只有着信，伊就得着救。”已经到伊的家，伫彼得、约翰、雅各甲查某囡仔的父母以外，毋准别人甲伊入去。众人伫啼哭，为着伊来追凶。耶稣讲：“无伫啼哭，因为伊毋是死，是伫困啊定。”因就踢笑伊，因为知伊已经死了。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叫讲：“查某囡仔起来！”伊的神复倒，一时起来。耶稣吩咐互伊食，伊的父母戆影。耶稣命令因无伫将所行的甲人讲。领正道请占卜师，伊的题目是紧急的甲优先的。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来到咱关渡教会，伫即搭遮代表文理纪念主日来向大家兄弟姊妹，大家来请安报告吼。我就先来报告啦吼。咱即个文理纪念主日吼，最主要就是讲咱长老教会有真济即个文理事工吼。上早开始就是为咱的宣教师吼，巴克勒牧师伊伫即个台南，伊有用一台即个活字的迄个印刷机吼，就是开始来做咱即个教会公布。为什么要做教会公布呢？因为咱知吼，文理是一个上好保存的资料吼。就是咱若咧研究历史的时阵，你若有文理，你就会知影讲有啥物代志来发生吼。自古以来，文理拢是咱伫即个传达信仰一个上介好的方式，特别。咱讲伫即个宗教改革的时阵，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安怎甲圣经翻译，成做大家看有的文理，互大家读。这对咱后来即个信仰有真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当大家拢会当读圣经的时阵，解说圣经的能力就毋是干咱牧师当解说的吼。会友伊家己当读圣经，伊嘛当去了解圣经内底咧讲啥物吼。咱的教会公布为以前到当，伊就是一直。有一个真重要的精神，伊要甲咱分享教会界内底的消息，分享咱的信仰，来帮助咱对咱的信仰有一个更较侪的即个交陪分享甲认办吼。咱的文理事工纪念主日除了即个教会公布以外吼，常常伫咱的周报内底，咱会业一个迄个更新周刊吼。即个更新的即个周刊，我感觉真好用吼。像我厝里，我妈妈无信主吼，我。以前大概礼拜做线吼，然后回去的时阵，我就会甲即个更新周刊摕几本吼，放伫阮兜的电话机边啊。我拢无叫我妈妈读，伊家己吼看着，伊就想讲摕来罔看吼。所以其实伊是一个吼，咱用无声的气力来向咱的亲人吼，咱的福音朋友来分享福音，一个真好的一个办法吼。真侪人伊无一定。你大概摕去拢会看，但是伊
有时阵伊有用，伊就摕来冰看卖的时阵，这就是一个你毋免特别出声，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另外佫有一咱就是讲咱的心眼讲读经运动的互咱会当读经的这本簿啊吼。这嘛是爱用真侪人、真侪气力来做吼，所以咱伫即个文理纪念主日的时阵，先需要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关心，无论是伫咱的教会公报，是咱的即个更新的周刊，或者是咱的每日新眼光的读经顶面，拢需要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帮赞吼。因为咱做咱的教会做遮的代志吼，拢是靠咱兄弟姊妹的奉献。所以真需要咱继续大家来支持，大家来关心吼。以上是我简单的报告吼。我即个时阵来进入咱今仔日的讲道吼。咱若咧看新闻的时阵，咱常常会拄着一寡状况，就是讲有个人伊靠急诊室的时阵吼，伊讲奇怪，阮来急诊室已经等真久啊吼，为怎样吼？即个拢急诊室内底拢无人来插管，无人来管管吼。其实即个你若去看即卫福部吼，伊有一个急诊减伤分类表吼。即个减伤分类表内底，伊就分讲吼，其实伫即个急诊室内底有分做5级，第一个叫做复苏急救吼，第二种叫做危急吼，甲第5种叫做非紧急吼。但是真侪人有一款观念就讲我去挂急诊吼，我挂急诊就是要马上要看吼。但是伊遮内底有规定吼，啥物叫做爱马上看？马上看的人就是讲吼，你到病院进前，你的心跳就开始就已经停去啊。你拢已经无咧喘气啊，也是你到病院进前，你已经休克、歇克啊，已经惊去啊，吼，就拢安怎叫拢无反应啊，吼。即款的爱马上急救啦。你若是讲迄个非紧急的吼，就是讲我只是感冒的啦，我就无安怎无爽快但是我无想要去甲人排队，我去看急诊吼。即规定是安怎？120分钟内底爱去甲你看。所以只要伫迄2点钟内底有去甲你看，去甲你问讲你好无吼？你啥物迄落吼？安尼安怎？伊就无算无爱插你啦，所以若有人想讲我著破病吼，我著想讲我马上去病院，医生爱马上甲我看的人要安怎？你著心跳先停止，你再来就好啊啦吼。安尼医生就马上甲你看吼。咱看今仔日这段圣经甲咱讲啥物？讲耶稣对基纳松即个所在转来，船还未晚岸，就有一群人伫遐咧听候耶稣啊吼。我毋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感觉讲为啥样耶稣为吉拉新即个别个所在转来，船还未晚岸，就有人伫遐咧等？为什么大家拢会知影耶稣的行程啊？是毋是因拢甲耶稣的身躯顶头装 GPS？ 毋是啦吼。你若有去过即个加利利海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为什么迄群人会知影吼。但是你若无去过加利利海，我甲你讲，你若去过即个日月潭日月潭吼，你若有去过？你当知影吼，加利利海比日月潭较大吼，但是差不多吼，位置咱看到对岸啦吼。加利利海嘛是位置咱看到对岸，只是较远尔吼。加利利海吼，伊是比海平面搁较低吼，低100外公尺吼。它比咱的海搁较低吼，低100外公尺。所以四周围拢是安怎？比伊较悬的所在啊。所以耶稣伊伫迄边仔咧坐船的时候，我徛咧遮吼，我对方我就看到讲耶稣伫遐咧坐船啊，有一群人伫遐咧坐船咧来。所以看伊咧来的时候，即边遮人就讲耶稣要来，耶稣要来啊，咱来去等伊。所以耶稣伊坐船还未晚岸的时阵，人就伫远远的所在看见耶稣咧坐船来，即群人就开始伫遐咧等。其中有一个人伊去遐等，伊的名叫做睚鲁。伊怎样伊去伫遐等耶稣咧？因为伊有一个查某囝，独生的查某囝，急要死啊！伊硬嘛讲耶稣啊，紧的，你紧来救阮查某囝吼！请问兄弟姊妹，这是啥物状况？啥物状况？耶稣人要求去看急诊，去看急诊吼，而且吼差不多是第1级的复苏急救吼，赶紧去吼，那较晚去吼，安怎？人就去了吼。所以伫即个时阵，时间真宝贵啊！伊甲讲较紧来救阮查某囝。所以咱也当想象，即个做爸爸的人，伊的心中真紧急吼，伊巴不得讲拜托个救护车较紧开来吼，安尼换伊紧甲耶稣送去吼。总是耶稣出发，但是圣经甲咱讲啥物？有真侪人缀伊啊。所以大家伫迄搭行来行去时真畏愧吼。简单来讲，就是讲耶稣已经出发要行去睚鲁因兜，总是安怎？交通大打劫吼，交通无好啦，足侪车伫遐挤来挤去吼。
所以耶稣伫即条路径头咧行时，咱想象伊行袂紧，因为足侪人下客伊，想要来看伊伊敢若当作咧看大明星共款甲伊客来客去所以耶稣伫即搭遮行起来一定真慢。当不但是安尼当耶稣伫遐行到真慢的时阵，众人伫遐围困耶稣的时阵，圣经甲咱讲，伫即个时阵有一个患了血流12年的一个妇人人，伊出现伫人群的中间伊往耶稣行过去。伊为怎样会出现伫即搭遮？因为伊得着一款病叫做血流。血流是啥物？血流就是妇人人伊伫迄个月经月事了以后，煞伊的出血袂停止伊会不断咧流血即款的原因有可能伊是受到即个细菌还是真菌的感染所以伊滴到伊即个上喙有出现问题，所以伊迄个流血的状况就无法度停止。即伫以色列人的律法中间，伊讲即款的就是啥？这是无清气的查某人才安尼啦。任何人吸到即个无清气的查某人，安怎？伊就安怎？伊就会无清气。无清气你就足废气啊！你就爱搁等甲时间过，你搁去献祭，搁去做这做迄你才会清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以色列人是一个上注重有清气无清气的人因足注意出门衫安怎穿甚至有人叫做迄个弄着电火条的迄个法利赛人，你捌听人讲过无？有一款法利赛人叫做弄着电火条的法利赛人，就是因感觉妇人人是无清气，所以因行路出门行路真袂使看到妇人人，你知影？所以看到好一个妇人人来，把这个客安尼开始行，结果去弄着电火条。所以你知影，即个妇人人伊无清气，安怎？无人要甲伊做朋友，无人要甲伊斗阵甚至人伫伊的脸书镜头按赞就嫌垃圾，我跟你讲，伊无清气看到伊的图，看到伊啥物物件，大家都讲即个人毋好甲伊斗阵。所以咱人想象，即个妇人人伊无好的人际关系，嘛袂有查甫人介意伊啦。伊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会感觉伊真孤单，伊真艰苦，伊无互人来接纳。所以，即个妇人人伊期待啥物？伊期待用伊一切的代价。要互伊的病会当好起来。现在兄弟姊妹，你捌听过人破病无？一个人伊若破病，病了真严重，医足久医袂好，伊安怎？伊就会想要啥物拢试看卖，对不对？西医医袂好，咱就看啥物？看中医对中医呢医袂好要安怎？看别医看偏方人讲这足好诶讲吃这个食这什物巴西的迄个什物蘑菇你就进去食食这补完去你就自己试看嘛。连这偏方是弄袂好诶时阵，走头无路诶时阵，人甲你讲啉马尿会好，你要啉无？马尿你要啉无？哟，迄垃圾迄谁敢啉？但是为着要好安怎？为着要好，就有人会啉啊，对不对？你捌听人讲过无？足侪即款的所以咱想象一个人伊为着伊要病要好，伊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即个妇人人伊嘛是安尼，圣经安怎讲伊安怎？伊讲安怎？伊伫真济医生内底受真济的苦，开尽伊一切所有的，一点嘛无较好反倒当较重。亲爱兄弟姊妹，为虾米会安尼？因为咱爱知影，以前的医学毋是亲像今仔日医学以前的医学是真济迷信，甚至有巫术还有真济奇奇怪怪的办法咱想象袂到所以有的医生讲你这若要好，你爱食这食这可能较无要紧。伊甲你讲，你着爱顾这，你爱抹这，用这有时阵遐个物件是无清气所以伊开尽一切所有，一点嘛无较好，病势反倒较重亲爱兄弟姊妹，你感觉这妇人人有可怜无？伊真可怜伊为着要甲别人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的生活，伊开尽一切所有，颠倒拍歹身体。亲爱的姊妹，咱会当想象，这个妇人人，伊差不多无步啊，伊试尽各款的方法无步啊。伊到这个时阵，伊想讲好，听讲有一个耶稣。圣经甲咱讲，伊听见耶稣的事啊，伊知影耶稣真有能力。哇，真够共医治，所以伊就想讲安怎？我偷来到伊后壁，然后安怎？我去摸伊的衫，我若摸到伊的衫的时阵，我就会好啊！所以亲爱的姊妹，伊是偷来伊毋敢光明正大来到耶稣面头前求耶稣甲伊医治。为什么？因为伊无清气，
伊无清气，伊袂使伫众人的面前，甲人伫遐话亏啦。咱会当想象，当伊挽棍耶稣的时阵，伊敢袂想讲哇，我伫这众人的面头、众人的中间，甲人下来下去，我去磕着别人，别人就无清气啊！啊，若客人发现的时阵，我要安怎？人会生气袂？你知影哦？你互一个健全的以色列人犯着无清气，伊是真麻烦的呢。伊会真生气啊！我拍一个比方讲吼，今仔咱中间有一个人伊得了新冠肺炎吼，但是伊听讲啊，今仔日十牧师要来咱教会讲道，通常是袂安尼啦吼。我一定要来听伊讲道吼，啊，所以就走来咱中间伫遐哭扫。啊，礼拜做煞，大家拢遐话着，你会生气袂？哎呀，你人足无公德心的，你是安怎？你是咧变啥物梦？明明早你讲话，你会互人安怎？你佫敢来？咱一定是大生气的嘛。所以即个妇人人，伊无清气，伊佫伫众人的中间，甲人伫遐客来客去。你感觉有公德心啊？无公德心？这是足妖艳的代志吼。所以咱会当想象啊，即个妇人人伊要做即件代志，我相信伊毋是无妖异吼，伊应该小可惊，伊惊互知影啦。但是伊为虾米安尼做？因为已经经过一切的办法，走无路啊啦，伊无办法啦。所以，伊只好想办法讲啊！我试看卖啊！我甲伊拼一个，我只要当摸着耶稣，我就算讲我是摸着伊的衫机就好啊，我就当得就好啊。所以，伊鼓起伊的勇气，伊站去人群的中间，甚至有人客来客去的时阵，伊嘛要想尽伊的办法，伸出伊的手，伊要搁较挖滚耶稣，搁较挖滚耶稣，然后去摸伊的衫。亲爱的弟兄妹，当伊甲伊的手伸啊长去摸着伊的枕头去磕着耶稣的时阵，伊马上感受着，伊马上感受着讲，我的身体好啊，我的病得就好啊。但是，这个时阵耶稣却停下伊的脚步，然后耶稣活转身，四周围一看，伊讲：什么人摸我？伊讲是什么人摸我的衫？亲爱的弟兄妹，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迄个妇人人，你听见你拄仔问了耶稣，耶稣活转身，伊伫遐咧问讲，什么人摸我？你感觉你的心情安怎？你安怎？我相信一定是切一条的啦，切一条的啦。为怎样？迄个时阵，迄个惊吓非常会明显哦。为什么？我是一个无清气的妇人人。我竟然混伫人群的中间，然后我去摸耶稣。我去摸耶稣，会互耶稣无生气无？亲爱的姊妹，啊，耶稣会生气袂？别人会生气袂？所以我相信，这个妇人人伫这个中间，伊真惊吓，伊心中迄个惊吓，互伊毋敢是第一个时间承认吼。总是耶稣伫遐一心一想要找出这个蒙伊的人是啥。耶稣学生众人伫遐讲。先生啊，众人话亏你啊！你搁讲啊是啥物人蒙你啊？伊的学生彼得就跳出来讲：先生啊，遮尔侪人蒙你，遮尔侪人话亏你吼！啊，你搁讲啥物人蒙你？那有可能无磕着你咧？耶稣，你哪会问讲啥物人蒙你吼？总是耶稣悠然停下伊的脚步。圣经讲伊安怎？四围观看，伊四界看，你看啥物？要找出迄个蒙伊的人。现在兄弟姊妹，我咱会当来想象。迄个状况啊，当耶稣停伫遐四界咧看，要找出迄个什么人蒙伊的时阵，其他人敢袂开始好奇起来？其他人敢袂开始想讲，啊是什么人蒙的？啊是什么人蒙的？所以有可能其他人伊嘛开始伫迄搭遐开始要去帮忙敲找是什么人蒙耶稣的。圣经甲咱讲迄个妇人人，即个时阵安怎？见伊无法度隐藏，伊就安怎？袅窜，伊就袅窜来拍伫耶稣的骹前。亲爱兄弟姊妹，我讲这个袅窜是真真实的，因为伊心中真着惊，伊真烦恼，讲耶稣即个甲伊抓出来，那甲伊处分，那甲伊怪罪，伊要安怎吼？我毋知恁有孙啊，还是恁囝，还是你家己细汉捌做过即个代志哦？恁兜有一个足价值的迄个古董花瓶，结果你无说你甲锵甲讲互破去啊！啊！你阿爸一顿来讲，什么人甲我会甲咱讲破的？啊，若是你讲破，你安怎？这就是这个妇人人迄个时阵的心情。伊真着惊，
伊毋知要安怎。万一耶稣若生气惊神，伊敢会对我安怎？所以伊迄个心中迄个惊呀，迄种压力，一时间伊就清出来。总是耶稣安怎讲？耶稣用一个真清澈、真温暖的口气对伊讲：“伊讲查某囝，你的神救了你，平平安安倒去吧，你的灾病拢得着好啊！”亲爱的姊妹，这就是咱的主，这就是咱的耶稣啊！伊无生气，伊是遮尔仁慈，伊无大声，伊无怪罪，伊干那甲讲：“你的神救了你，平平安安会倒去啦。”亲爱的姊妹，我感觉这个故事若写到这搭才结束，哇！我相信真侪人拢真欢喜，哇，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总是这个故事若写到这搭才结束，有一个人无欢喜啦。什么人无欢喜？睚鲁无欢喜啊！因为当耶稣还阁伫遐咧甲即个妇人人讲话时阵，有人走来甲即个睚鲁讲啊，你个查某囝死啊啦，毋免阁劳动先生啊啦。亲爱兄弟姊妹，这真正对睚鲁来讲是晴天霹雳啦！我的查某囝死啊，就差一点点啊！如果耶稣若行较紧诶，如果大家若莫伫遐客来客去，如果迄个妇人人若莫去伸手摸耶稣，耶稣莫停落来，耶稣莫伫遐找讲啥物人摸我，耶稣莫伫遐甲迄个妇人人伫遐一直讲话，有可能我的查某囝就袂死。亲爱的姊妹，对这个睚鲁的观点来看，这拢是无必要的恩慈啊！啊，这个无必要的恩慈，递到伊的查某囝来死亡啊！我拄则讲吼，咱拄则读圣经有讲着讲，这个妇人人犯着迄老几年啊，12年啦。像咱兄弟姊妹，迄老是一个慢性病啦吼，今仔日无甲伊医，敢会马上翘去？袂啦，袂翘去啦！你搁等2个月，搁等3个月来医嘛，搁有咧。但是耶稣为着即个迄老的妇人人，伊就停落来啊！伫遐吹，伫遐讲话，讲规半步，结果到即马，即个人翘去啊！我的查某囝翘去啊！安尼感觉有需要麻烦先生。亲爱的姊妹，这是迄个时阵真侪人的想法，甚至这嘛是今仔日咱大多数人的想法。什么款的想法？就是人还阁有一口气伫的。就有希望啦！人拢认为讲，这个人若还袂死，耶稣有法度医治迄个急要死的人。总是大多数的人无认为讲，耶稣的能力会当赢过死亡。人若死，这个囡仔若一死，机会就消失啦，就无阁再有希望啊！所以耶稣面对这个希望破碎的这个老爸，伊伫悲伤艰苦的中间，伊伊讲一句话。耶稣讲啥物？毋通惊，只着信；毋通惊，只着信。你的查某囝要得到救啦。所以耶稣伊带着少数的几个学生入去到睚鲁因兜的厝内底吼，然后伊就看见有一个人伫睚鲁因兜迄搭遐咧做啥物？伫遐咧哀哭，伫迄搭遐伫遐咧叫，伫遐咧喊吼。啊，这爱小可解说，就是犹太人因的习惯，甲咱台湾人的习惯无啥共吼。咱台湾人的文化就是啥物？咱台湾人看到死亡安怎？咱的文化是啥物？咱的文化是惊吓啦。吼，基督徒可能较袂啦吼。我有一届去参加，阮一个会友吼，伊的妈妈吼住伫婚林，啊，伊妈妈拢会去家己的田内底吼，挂一寡菜出来卖。结果有一天真不幸吼。伊的妈妈骑奥多巴出去的时候，叫车撞着，过身去。啊，咱台湾人讲这叫做歹死啊，吼，伫路中你好像弄死安尼。啊，其实那个死状很惨吼。啊，阮教会的同工就一群人去婚姻甲伊看。啊，咱伫中南部迄办丧事是家己租一个冰箱吼，透明的冰箱啊，囥伫家己的厝内底的边啊吼。啊，阮去看时，大家就做伙伫迄个冰箱边啊吼，迄个冰柜啉酒头前迄搭遐，大家做伙伫遐祈祷，啊看因妈妈。结果因厝内的人就安怎讲？伊甲因查某囝讲，恁教会人拢毋惊死人呢。伊讲吼，恁妈妈的姊妹啊，吼，你遐阿姨来拢无人敢去看，拢惊闪甲远啊，安怎？惊欠算。
惊到要死啊！哦，所以咱台湾人拄着死亡即件代志，咱是真惊吓的吼。尤其迄个歹死的，咱足惊的吼。这是咱的文化，但是犹太人的文化毋是安尼吼。犹太人因的文化就是讲，你的厝边、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有人过身的时阵，你爱马上第一个时间去因兜，甲伊做伙提哭。圣经内底讲，与爱哭的人同爱哭啊！你爱去甲因做伙提哭，你爱去陪伴因经过迄个上艰苦的悲伤期。哦，这是犹太人的文化，所以厝里只要有人过身，别人就爱去因遐做伙哭安尼吼。所以耶稣伊入去到即个崖路因兜的时阵，一群人伫遐咧提哭。耶稣就甲因讲，即个查某囡仔毋是死啊，伊只是困去尔吼。结果这人的反应啥物？因就踢笑耶稣啦。因为感觉听讲耶稣介厉害，结果不过嘛是安尼尔，人死啊伊佫分袂清楚啊。所以因伫遐咧笑耶稣吼。即阵笑耶稣的人，耶稣对因敢有客气？无吼，耶稣对因嘛无客气。耶稣就甲即阵人安怎？甲因赶出去吼，甲因赶出去。然后耶稣牵着迄个查某囡仔的手吼，甲伊讲查某囡仔，我吩咐你起来。即个查某囡仔就起来，而且会当行路吼。我相信伊的老爸老母看到即个时安怎？因就大大的惊吓吼，哇，很惊奇吼，哇，竟然即个查某囡仔安尼就活起来吼。然后耶稣甲因讲，佮甲因讲安怎？伊讲安怎？耶稣甲因讲，毋通互人知影即件代志。然后佮讲，互伊物件食吼。我感觉这真趣味吼。圣经有时阵安尼讲，咱读了以后，咱无去注意吼。我免问讲，即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啊，这众人知的吼，大家拢来遮哭啊吼。啊，伊的厝边隔壁，伊的亲戚朋友，大家拢知讲，即个查某囡仔死。然后耶稣来了以后，即个查某囡仔佫活，怎样互人毋通知影即件代志？刚讲要甲即个查某囡仔藏起来，讲啊已经死啊，拢无看啊，无可能嘛！即个查某囡仔活起来，你无可能叫伊莫去见人啊。为怎样叫做莫互人知影即件代志？真诶，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耶稣伊做即件代志真趣味的一件事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交代吼。其实马太福音有讲吼，伊讲即个查某囡仔伊佫活的代志传遍了迄个所在吼。那耶稣为怎样讲毋通互人知影即件代志？我想吼，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就是遐个无相信耶稣的人，无相信上帝气力的人，耶稣不爱互因为因老爸老母的口中去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注意吼，耶稣讲即个查某囡仔已经是只是困去，伊毋是死。然后这人甲耶稣踢笑，然后耶稣甲一群人赶出去。所以即群人因拢无看见耶稣怎样行即个神迹。所以会当安尼讲，耶稣无爱互因知影神迹怎样发生，甚至毋是无爱互因看到尔，甚至是连怎样发生嘛无爱互因知影。为怎样是安尼？我想其实这对神迹咱爱有一个了解吼。神迹毋是要互人看的，神迹是要互遐相信的人去经验到上帝极大的能力。遐毋信的人，上帝互因连神迹都看袂到。我感觉这是对咱来讲，这是一个真有启发的代志吼。就是神迹是要互遐相信的人去经验到上帝极大的气力。对遐毋相信的人，因连知影都毋知影。然后耶稣佫甲即个老爸老母讲安怎，互伊食物件吼。我感觉这是一个嘛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吼。啥物叫做怎样趣味的代志？就是咱若做会到的代志，咱的上帝袂甲咱斗相共啊。好，上帝常常会甲咱做一寡咱做袂到的代志吼。嘛袂当讲我安尼讲应该修正啊，袂当讲咱做袂到的代志，上帝袂甲咱斗相共，就讲咱做会到的代志，咱袂使赖互上帝啦，应该安尼讲啦。安尼讲较精确哦。举一个例，我是一个学生，我应该爱好好读册，总是我拢无爱读册，我敢若甲上帝祈祷讲啊。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你知影我拢有去教会做礼拜，总是我拢无读册，明仔载要期末考啊，你互我乌拍啦，我拢无读册，你爱显出你的权力。即款的祈祷你感觉有效无效？这祈祷无效，我拢伫厝里倒咧我眠床顶讲啊，主耶稣啊，我拢无出去趁钱啊，总是你吼，你着帮助我，你互我趁大钱安尼。咱的信仰若是安尼的时阵，安尼是足了然的信仰。
这是一个鼓励一个人平淡，毋免尽家己的责任，毋免啥物拢毋免做，干那倚靠别人就好啊，倚靠上帝就好啊。这毋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所以，咱会当做的，咱的上帝会要求咱爱尽咱的职分，尽咱的责任吼。咱的信仰为头到尾拢是一个安怎？你着爱温困做工，享受你劳碌所得的果子。这是咱的信仰吼。咱的信仰为创世纪开始，就是人爱认真拍拼做工，享受你劳动了以后所得到的果子。所以，毋是讲我信上帝了以后，我一切拢赖上帝，我拢免做安尼，干那祈祷就好吼。人爱有迄个行动啊！透过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中间有几件代志，牧师想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下。第一件代志就是，咱的上帝是为咱停留的主啦。你若对照病院的急诊分类检伤表吼，咱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耶稣为怎样为着一个慢性病的妇人人，伫遐咧甲伊问，伫迄搭遐咧甲伊讲话，伫迄搭遐拖延前真侪时间啊，却互一个已经破病到急要死的人，伫迄搭遐伫遐咧等甲挡袂牢翘去，安尼敢有道理啦？安尼敢有道理啦？今仔日这耶稣若是真正伫即个时代咧做医生，伊安尼做敢袂向告医疗疏失？绝对向告的啊！甲你讲，阮这有人急要翘去，你莫插入你伫遐看迄个感冒的。迄若是我嘛去甲告，讲实在吼，对毋对？一定向告的。是，真系兄弟姊妹，这真无合理啊！但是这个无合理有真侪意义吼。伊互咱看出。咱的主耶稣，伊是偌敏感着咱迄个最微细心心的行动啊！这个妇人人伸出伊的手，想要去摸耶稣，耶稣有感受到啦。伊真无合理的所在，就是伊互咱发觉到，咱无需要讲适当的话。这个妇人人话，啥物话拢无讲。咱嘛免选伫迄个适当的时机，耶稣赶要去甲别人医治的时阵，足紧急的时阵，伊伫迄个时阵出手。你毋免做啥物适当的代志。伊根本就无应该伫正人的中间，甲人伫遐围过来围过去，总是当咱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因为什么款的原因，咱往咱的耶稣伸出手的时阵，咱的主伊就将迄个上紧急的代志为着咱停落来。只要咱往咱的主伸出咱的手的时阵，咱要来接近伊的时阵，咱就是主耶稣上优先的代志。我做牧师以前有会友捌甲我问，伊讲牧师啊，耶稣敢会较听 A， 较无听 B？ 为怎样？伊讲我若感觉大概即个某某兄弟、某某姊妹，因拢敢若足听伊哦，上帝拢甲伊祝福吼，上帝拢无甲我祝福，可能是耶稣较听因啊，较无听我啊，上帝较无介意我。我要讲毋是啊吼，咱的主毋是大细目啊。咱的主毋是大细目，真侪时阵是咱爱亲像即个迄老的妇人人，带着迄个信心，带着迄个行动来往主伸出迄个手啦。你莫烦恼讲啊，耶稣有搁较重要的代志啊，耶稣有搁较紧急的代志，耶稣无时间插我，无啦。当你往耶稣伸手的时阵，你就是主上优先重要的代志。另外，咱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街路，无论伫伊的社会地位、伊的名声，甚至伊的财富，甲伊的人际关系，伊用简单来讲吼，伊伫即个社经地位顶头，伊拢赢过即个迄老的妇人人。因为即个迄老妇人人为着伫伊的病开尽伊一切所有，伊啥物拢无啊啦。街路伊至少是管会堂的啊，伊伫犹太人的社群中间，伊是真有名声地位的啊。所以伊比即个迄老的妇人人强太济咧。但是耶稣敢有讲啊？这个较有名，这个较有社会地位，这个较有钱，所以伊较重要。啊，这个妇人人，伊啥物拢无重要。这毋是咱的主啦。咱的主若是安尼，我甲你讲，咱拢卖信就好啊。咱的主是为遐个上欠缺、上有需要遐个弱势的人停落来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相信无？当你有需要，往你的主伸出手的时阵，伊会为你停落来。这是今仔日这段经文，互咱看。第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除了医治以外，吼，耶稣对迄个病了12年的这个妇人人讲：查某囝，你的神救了你，
平平安安倒去吧，你的灾病拢得着好啊。亲爱的姊妹，当耶稣甲讲甲这个妇人人讲这件代志的时候，就是伊强迫伊爱公开的承认讲伊蒙耶稣啦。啊，其实这后壁有牵涉到讲，咱的信仰敢当暗暗做学生吼，我可以偷偷摸摸做门徒吗？我可以偷偷摸摸信耶稣，我不要公开吗？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无伫即度再甲大家讨论吼。但是耶稣要求这个妇人人伊公开承认讲伊蒙耶稣，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要互这个妇人人知影。耶稣的目的毋是要互人知影讲，哇，我拄仔行一个神迹吼，无互人知我家己心内足有罪，我做一件好代志吼，亲像安怎？家母咧生卵，你知影无？家母生卵了要安怎？你敢知？我小时候阮兜有饲鸡吼，然后有一天阮妈妈出去吼，我就听到阮兜迄鸡母伫遐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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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我想讲伊是安怎？是沾着药啊？我当时还袂读小学吼，我印象足深的吼。我就看迄只鸡母，然后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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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第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我就缀伊后壁，我足趣味，我就缀咧伊后壁，看伊咧创啥，伊走去一个所在吼，因为阮无用迄个鸡收，互伊伫遐生卵，伊就家己走去一个所在，安尼看，敢若一个收咧，伊伫遐生一个卵落来，生了以后，佫甲人继续打，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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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我就知影讲，哦，原来鸡安尼，鸡母安尼伫遐叫的时阵，就是要生卵啊吼。咱的耶稣毋是讲我生一个卵啊，无人知吼，足艰苦的吼，所以我爱互大家知啊。无啦，耶稣的目的毋是要互人知影，伊拄仔行一个神迹吼。上重要是安怎？伊要爱即个妇人人，伊去合着信心的重要啦。耶稣要甲伊教导的是安怎？毋是你做啥物代志，互你得救，真正互伊得救的是信心啦。拄则我第一场讲线有咱的同工甲我讲，牧师你莫爱强调吼。信心嘛要有行动，无毋对。即个妇人人伊有行动，伊有做出伊的行为出来。但是伊即个重要毋是伊做即个行动啊，毋是大家拢讲后尾我拢来去蒙耶稣就好啊。重要是你的信心啊。用咱解决宗的信仰来讲，就是毋是蒙耶稣的即个动作，互伊得到救，互伊得到救的是伊的信心啊。亲爱的姊妹，伊去蒙耶稣是伊信心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所以，这个妇人人，伊若拢敢若想讲耶稣啊，我对你最有信心的，耶稣我对你有信心，啥物动作拢无做，安尼安怎？伊嘛袂得到好。伊得到好是因为伊用信心的行动，这件代志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心毋是讲我倒咧面床顶安尼就好啊。有时阵咱的信心需要有行动，把你的信心表现出来哦。所以对这个妇人人来讲，虽然伊得到医治，是因为伊去蒙耶稣，总是。上重要是因为伊安怎带着信心啊？遐客耶稣的人有足济个啦，过60个人伫遐甲耶稣客来客去，因拢无啥物改变。为什么？因为因客耶稣的迄个话课，因吸着耶稣是无意义的，因为因无信心。只有即个妇人人，伊去吸耶稣，因为伊的吸是有意义的，因为伊带着信心。另外，咱为如何的角度来看，即个妇人人伊无清气，伊伫正人的中间，甲正人伫遐话课，这是安怎？这是有罪啊！用律法来看，这是有罪啊！伊互人吸得无清气啊！总是即个妇人安尼去做，亲爱兄弟姊妹，恁感觉，恁会感觉讲，安尼敢会伤过无道理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若是徛伫一个律法的角度来看，安尼是无应该吼。我举一个例，即款的吼，伫咱社会学上的迄个讲法叫做，伊甲伊的内部成本外部化。就是啥物叫做内部成本外部化？就是我敢若顾我的好处就好啊，别人的歹处我无咧管伊啦。别人因为我做即件代志，我得到好处，伊得到啥物款的歹处，我无咧管吼。举一个例，我是开一间工厂的，结果我为着省钱，我甲我的废水、我的废气往外排，我拢无甲处理，我省足侪成本的。但是即个成本安怎？规个自然环境来吸收，所有的人来承担，这就是甲我的内部成本外部化。即个妇人人为着伊家己得到医治，然后伊互人无清气。这就是我好就好啊，别人死因兜的代志啊。亲爱兄弟姊妹，若是一个人伊的心态是安尼，这是安怎？是无应该啦，敢毋对？敢毋对？你敢会感觉讲我好就好啊，死道友无死便道安尼袂要紧？如果这是基督教信仰，我嘛甲你讲，你会当毋免信，因为基督教信仰变做一个自私啊、顾家己的信仰，这当然是毋对啊。所以耶稣伫即当下，伊爱处理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即个妇人人，
伊家己是，伊若是一个敏感的人，我感觉伊回去，伊暗时困袂好啊。伊毋是讲啊，我得着病好啊，我就足欢喜啊。我感觉伊若是一个会晓反省的人，伊会想讲，我为着我家己的好去害着别人，安尼敢对？安尼敢对？啊，你知影有的信仰就是真正是安尼呢。有的信仰就是我家己好就好，害着别人袂要紧啊。哦，我要讲的就是我家己一个经验嘛。我最爱去骑脚踏车的。啊，我有一阵吼，为着要去练脚踏车的时候，我拢会透早5点就起来。啊，我厝邻住南港，我就为南港骑去家人的迄个暖，然后为暖骑平西公路骑去平西吼，啊骑去平西10分，啊然后行去南港，吼骑去迄个深坑，然后为南港佫爬山，佫爬转来阮兜吼。早起5点骑，啊骑2年吼，3点钟8点转去4个走去教会。哦，迄阵子我做认真咧练骑脚踏车的时阵。你知影伫迄个平时，当然遐尼早无啦，但是迄平时咧骑脚踏车时，定定拢写一个注意天灯，你知影无？注意天灯，为虾米？因为你咧赛车、你咧跑步，还是你咧骑车的时阵，常常3不5时有天灯会为天顶落来，啊，就有人骑奥多摆无说哩，去互天灯撞着跋倒，吼，出车祸吼。我讲这为虾米？啊，咱为虾米要放天灯？哇，祝安怎？哇，我。迄落升官发财，追到周子瑜有无？前下有一个人去讲啊，周子瑜，我老婆就放入去个风吹一个倒去烧去吼。啊，大家伫遐许愿呐，已经问讲我放这个天灯，我的愿望会实现。但是当我咧放这个天灯的时阵，我有可能造成别人的伤害，我有可能真做环境的破坏吼。因讲遐有足侪猫头鹰吼，因为这个天灯吼，因会去食迄个纸来受伤害吼。所以我要讲的是啥物？这就是一个。你为着家己好，你家你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你家己得到祝福就好啊。啊，但是别人安怎你无咧管？咱的信仰毋是安尼啦，咱的信仰毋是安尼。耶稣伊对这个妇人人甲伊讲啥物？查某囝，你的神救了你，平平安安倒去吧。这对这个妇人人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吼。为怎样？伊互伊良心无压力，伊互伊知影讲。伊今仔日做这件代志，伫上帝的眼中是得到上帝接纳的。上帝有能力，互所有的人拢袂真做无清气啦。所以伊毋免为着这件代志，伊去感觉啊，我安尼做实在是良心不安吼。真诶，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一个信息吼。第三，我要讲的就是，咱的上帝是恩慈，总是袂误事啦。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啥物款错误的理解？就是伊甲上帝资源当作是有限的吼。当上帝若伊伫即个人。伊就无才调，搁去医治另外一个人啊！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咧看迄个台湾的民间故事，其实这件代志毋是台湾的民间故事，但是这是一个民间故事吼。讲到迄个济公活佛吼，祭奠啊吼。我毋知恁有印，恁有，也是讲咱做基督徒拢无咧看这吼。因为我小时候毋是教会内底人，我小时候看这吼。啊，就讲吼，这个祭奠吼，伊安怎？伊讲伊有迄个能力吼。总是伊的能力安怎有限？伊是感觉咱行3个。法律吼，伊若今仔日做救这个人、救迄个人、救迄个人，啊了以后第4人来了，伊安怎？我歹势，你要等明仔载吼，因为我的能力用完了，我计工我才够有能力啦。所以他是一个能力有限公司，你知道，能力有限的神的一个的活佛啦，应该安尼讲吼。伊是能力有限的吼，咱的上帝咧，咱的上帝若是能力有限，咱的上帝就是真罕慢。我们的神如果是能力有限的，他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神啊。伊今仔日啦，帮助这个人，帮助迄个人，歹势，你家祈祷先讲啊，上帝啊，叫你甲我打三讲啥物？上帝甲讲歹势吼，今天挂号已满吼，明天请早。哎，咱的上帝毋是真憨慢。所以今仔日伫这段经文中间，伊甲咱讲啥物？伊甲咱讲，当耶稣恩慈的时阵，咱每一个读这段圣经的人的中间吼，第一个你咧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敢有感觉讲，啊，毋是有一个人要互耶稣甲救吗？那耶稣乃忽然间伫这道遮咧无用这个代志？咱会安尼想啦。要安怎？挨老的查某囝计要死啊！吼，这段经文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能力，一件代志就是咱的主耶稣伊的能力甲伊的资源是无有受限制。伊袂因为伊伫这个血流的妇人人了以后，伊就袂负，或者是伊无能力来医治挨老的查某囝。亲爱的姊妹，这对咱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信息吼。对一个倚靠上帝的人来讲，就是甲咱讲，咱毋免烦恼，咱毋免担心。咱袂去感受着讲啊，这个人得到上帝祝福，所以我的祝福就会减少。这无关系，这是独立事件吼。
就是上帝怎样祝福这个人，一点仔袂减少着上帝对你的祝福啦。所以咱看到别人得到上帝祝福的时阵，咱应该安怎？咱爱欢喜啊，咱毋是怨妒啦。所以咱的心若是真正爱上帝，咱就真欢喜看见咱的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有人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就表示讲贪心甲安怎怨妒拢是无适当的。上帝是遐尼丰富，遐尼大有气力，所以伊会当赐下教养的恩典，满足伊所有的儿女。这段经文，互咱看见这个功课吼。然后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我有讲着讲，上帝一直咧牵线咧恩典啊，言辞吼。我要讲，这有一个特别的讲法，叫做生性的恩典吼。这个生性的恩典是出自咱的主的决定甲伊的行动，咱的主停落来，伊坚持要知影讲是虾米人帮伊。这个迄老的妇人人，伊无创造这个恩典吼，伊毋是伊甲耶稣拖来讲啊，耶稣你莫走啊，耶稣你停落来，无伊拢无安尼做，是咱的主耶稣伊家己要停落来，伊决定这个生性的恩典吼。耶稣安尼停落来，毋是无意义的吼，伊安尼停落来是互咱看见带来是祝福吼。透过安尼的恩典，互咱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妇人人的信心所带来迄个医治，而且互伊有机会真正去明白拄着主，互伊知影，互伊得到医治的出自伊的信心吼。咱的主意爱每一个对伊有信心的人所采取的迄个行动，而且这个恩典嘛祝福了盖洛的查某囝吼。亲爱的姊妹，你会记得耶稣听见纳撒罗判病了以后，伊安怎？伊毋是马上去看纳撒罗啊，伊嘛是安怎？伫遐拖山时间吼，听候纳撒罗死了以后，伊才去。为怎样耶稣会安尼做？常常即款的恩典是互咱的信心得到一个更较大的祝福，互咱明白一件代志。伫纳撒罗甲即个睚鲁的查某囝身上，咱看见是啥物？咱的主不但是一个医治的主啦。真侪人甲咱的上帝限制是，伊只是一个医治的上帝。总是咱的主不但是一个医治的上帝，更较重要的是，伊是一个互人对死人中国活的上帝。这就是咱的主啦。面对上帝生性的恩典的时阵，咱需要的是啥物？咱需要的是信心，一个更较大的信心。所以耶稣对睚鲁讲，伊讲安怎？毋通惊，只着信。亲爱的姊妹，这就是这个功课的困难。上帝恩典的时阵，咱常常拄着啥物？拄着四周围的人，因无信心。因的无信心会影响着咱，咱会惊呀。咱嘛有可能失去信心，有可能是这个查某囝已经死亡的消息，有可能是迄个哀伤的仪式已经开始啊，有可能有一群人伫这个睚鲁因兜伫迄台遐大声喊大声吼，这个动作加减减会互咱摇动。但是咱的主耶稣甲咱讲，毋通惊，只着信。今仔日咱有真侪人，咱拢咧面对上帝生性的恩典吼。咱有可能为了一个患病艰苦的基督徒，望伊会当得到医治。总是咱发觉到讲，上帝伊恩治咱的祈祷吼，甚至有可能咱看见是主耶稣无甲伊医治啊，伊无互伊的肉体免去死亡吼，伊离开咱。亲爱的姊妹，这个时阵咱敢免需要一个更较大的信心，咱去相信，咱这个离开的会友，咱这个离开的亲人，伊毋是伫上帝甲伊放袂记中间来离开的。因乃是伫主耶稣内面来困去。亲爱的姊妹，咱有时阵咱拢需要一个更较大的一个信心来经历迄个上介大的神迹，就是咱相信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当咱安尼相信的时候，咱需要是信心来听候来看这个神迹。我要讲的这个神性的恩典，毋是干那伫身体肉体的死亡。这件代志以外，有时阵是伫咱的感情、伫咱的婚姻、伫咱的事业、伫咱的经济，甚至咱的人际关系、咱的健康镜头。每一届上帝伊恩典的时阵，拢表明着咱需要信心啊！因为真济时阵，信心是产生伫绝望的中间。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真侪时阵，信心是产生伫绝望的中间。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中间，互咱看见信仰是啥物？信仰就是伫咱无够仰望的时阵，咱犹原选择倚靠上帝。信心就是当咱无够仰望的时阵，咱犹原选择上帝。对这个病了12年久的妇人来讲，伊的仰望早就消失啊！伊受尽济的苦，伊开尽一切所有，找足济医生去照各种的方法，一点仔嘛无得到好，反倒转病势搁较重。亲爱兄弟姊妹，对伊来讲，敢毋是安尼吗？我要讲的是，信仰常常是无有仰望所结出来的果子。你先开出迄个无有仰望的花，然后你结出迄个果子吼。你听讲，咱信心毋是有仰望的时阵所结出的果子，无毋对啦。但是真侪人，伊是伫迄个绝望的中间，然后伊结出迄个信心的果子吼。所以，如果若有选择，我相信即个妇人人，伊有可能伊袂冒险来望耶稣啦。对街路来讲嘛是共款吼，伊的查某囝死啊，伊的仰望就消失啊。人甲伊讲，毋免阁麻烦老师啊。转去到因兜有侪人伫遐咧哀哭，伫遐咧啼哭，伫遐咧大声咧嚷，甚至因对耶稣的啼笑，拢表达啥物？表达出人的无相信，表达出人看袂出仰望，表达出这件代志已经无机会啊！总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甲迄个无信仰的人的差别是啥物？就是咱是伫迄个无有仰望的时阵，因为信犹原有仰望。罗马书4章18节安尼讲。亚伯拉罕，伊伫无通仰望的时阵，因为信犹原有仰望，伊就成做济国的爸。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咱讲伊是信心的老爸，咱是啥物？咱是信心的后裔。亚伯拉罕伊安怎？伊就是伫迄个无有仰望的时阵，因为信犹原有仰望。咱才是信心的后裔，咱嘛爱学习这个功课啊！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伫咱的环境的中间，伫咱所徛起的这个社会中间，有时阵咱拄着济代志，咱感觉无有仰望啊，总是因为信犹原有仰望啊。亲爱兄弟姊妹，我感觉我做牧师真好命，你知影无？因为我毋免面对遐济试探哦。真少时阵吼，教会长老会又会摕试探来试牧师啦，足少的啦。但是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工课，伫咱的环境，伫咱甲即个社会人咧斗阵的时阵，咱会拄着真济挑战、真济试探、真济压力，甚至真济有看见无看见压迫。咱伫迄个环境中间，有的人会讲：上帝啊，我仰望伫倒位？上帝啊，伊为怎伊拢无甲我开路？我要讲的是，你毋通失去迄个信心。一切伫迄个无仰望的状态下面，你对主还犹原有信心。当你对主犹原有信心的时阵，你就会看见迄个所结出迄个信心的果子。愿上帝来帮助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听完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上帝，你嘛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阮知有时阵，阮伫即个社会中间徛起，伫即个处境中间，我会面对真侪挑战，面对真侪困难。有时阵，阮会感觉阮祈祷，上帝你哪拢无咧听；有时阵，阮会感觉讲，上帝啊，阮拢已经安尼啊，为怎样你无伸手？阮已经自责袂掉啊！阮伫即个困难的中间，阮毋知影要如何。总是上帝，阮求你帮助阮，透过今仔日所读的一段圣经，伫阮的心中提醒阮。上帝恩賜毋是无意義的，上帝恩賜是為着要互阮經歷信心所帶來祝福。你互阮有即款的看見，互阮帶着信心來回應上帝你的帶領。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禱感謝，靠主耶穌基督的名來求，阿門。请来吟圣诗，圣诗第582首，慈悲疼痛大人君，慈悲疼痛大人君，愿你照顾我灵魂，大影哪山砍落来，
大风冲狂哪好驶，都市以外拢无路，这心愿你请照顾，带我平安到天城，阿罗上帝大尊名。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应答上帝的话，甲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家辉就互即事带领咱来奉献。请坐。伫报告的大师，请来做伙读本周的经句。伊在伫咧周报后壁面，毋是后壁面下骹，第二面的上下骹。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做伙来读。伊伫无通仰望的时，要犹可仰望。信讲伊会成做万民的祖先，
照所应允的话讲，你一定有真侪子孙。罗马书4章18节。伊伫无通仰望的时，遥看仰望，信讲伊会成做万民的祖先。照所应允的话讲，你一定有真侪子孙。罗马书4章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罗马书4章18节。来报告，掀开周报的第3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感谢詹牧师用上主的话语养起咱的灵命，请兄姐持续关心文字传道事工，并且代祷甲奉献。第3点本堂的郭牧师今主日前往义理教会主持圣礼典，并且召开小会甲中级会，请兄姐代祷。第4点，本礼拜3上午9点半上庆团契聚会，内容是画出暗时的水，欢迎兄姐踊跃出席。第5点，本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查经由郭牧师主理，祈祷会由美凤长老主理，欢迎兄姐踊跃出席参加，互咱做伙用祈祷建造合一的教会。第6点，本会伫即个月开始，伫礼拜中每周经过当中已经推行现代台语译本和罗版圣经，所以请负责司会中日特别留意。第7点，本会伫8月14号举行圣礼典，要接受成人洗礼、健身礼甲小儿洗礼兄弟，请郭牧师报名，因为要安排慕道班的课程。大岛的生活、甲教会的事工，以及国家社会普世的大岛事项，会当参考遮会做阮每一日祈祷的大岛的事项。下周的讲题记载伫遮。然后第5页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重大的所在，请我本人来来更正。下周的事奉报告，主日祈祷会是郭牧师，司会是事奉长老，华语的司琴是艾伦师母，台语的司琴是纯玲姐妹，司献是周浩甲张家辉，交代是秀美姐甲严琴姐。以上，请水泉长老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总会即个所定的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吼，咱真欢迎咱伫迄个锡安教会伫南港区吼，南港区的锡安教会詹牧师伫今早起来甲咱中间，甲咱播扬遮尔好的信息所以咱即马用拍扑来甲欢迎。感谢詹牧师早起的这个分享信息吼。那么因为这个咱疫情也有较好转吼，所以咱兄弟陆续话啦会转来。咱今日嘛有看到咱慧玲姐来甲转来咱的中间吼。所以咱仰望这个线接咱做兄弟会当个陆续转来参加咱教会这个实体礼拜。线接咱伫今日这个大道事项吼，咱今日咱为着咱要大道的这个家庭是咱姚长老个长老娘因这个大家庭吼咱感谢主吼互姚长老即个前一段时间身躯虽然小可无好势但是即马也拢真好势吼长老娘
咱嘛求上帝保守啦吼，伊即个免疫力有较歹淡薄所以有时暗时困较袂去吼，咱稍等下为着这事来祈祷。即个咱的陈恩执事甲世新又敬又惜吼，才拄好吼，拄今日本来因拢担任即个咱主日学的即个教学吼，因今日敢若因4个吼拢感冒无来吼，咱小等下嘛着为着因来祈祷，咱嘛求上帝保守吼，陈恩甲世新吼，这个热心伫教会服侍吼，互因伫陈恩是伫迄个电子倒一间合作吼，世新是伫淡水公所伫遐拢伫遐咧无用工作无用咱求上帝保守咱也知影讲又正又惜伫姚长老甲长老娘的即个即个伊咧甲因带阿嬷带阿公阿嬷带拢足古锥啦吼，足有礼貌的吼，咱求上帝保守这个家庭吼，佫线接吼，咱嘛佫有着要为慧玲吼，慧玲因为伊的后生吼，即个子怀前几工有车祸啦吼，即摆状况什么款？还好啦吼，感谢主吼，咱嘛继续为着因即个家庭吼，慧玲甲文良的即个家庭，佫子怀吼，因伊最近的即车祸受伤的恢复来祈祷。佫一个就是申汉甲绵绵即个家庭吼，因为申汉工作较特别吼，伊是长隆的即个技师啦吼，所以即摆要开始无用吼，确实。伊的女儿伫个前几工吼确诊吼，伫确诊吼，伊个女儿平输吼所以咱嘛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吼，求主来保守吼，平输会当紧恢复健康吼佫最后一件吼咱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吼，咱顶礼拜牧师讲互咱要爱咱甲威志甲龙儿吼。即个因为龙儿伊前无偌久确诊，伊个预产期但是即摆要甲大家报告，已经安全生产一个查甫婴吼所以咱求上，咱甲上帝感谢即个事，也互龙儿若拢真平安迄个胎儿嘛是真。平安啦吼，听讲即个名叫做真喜真可乐吼，讲或者真可乐啦吼，所以咱嘛真欢喜啦吼，咱嘛甲咱少民姐吼即个恭喜遮少年的做阿嬷吼，所以咱即摆起立为着即4件代志咱来祈祷。全能的主，感谢你，感谢你伫今早起也透过詹老师这边保养这个信心的宝贵真理，这条信心主，感谢你同在。全能的主宰，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伫即个遮尔炎热的主日的早起，你阁互阮众兄姐无受到遮的气候的阻挡，阮同心来甲你的殿堂，也阁一遍透过阮所敬听詹牧师，伊所保养信心的宝贵的信息，也互阮兄姐。会当搁较坚定阮的信心来向前迈进。但这时，阮要为着阮所敬听的姚长老、长老娘
因这个大家庭来求主带领保守。特别感谢你，和姚长老在这段时间会当不止健康，求你继续保守互伊有勇健的身体。长老娘也求你，互伊会当健康，而且伫暗时的困眠会当真充足。阮也要恳求你，也甲成阮即事甲细欣同在，互因伫工作面顶虽然遮尔无闲，却是因为有主的眷顾，互因拢有真好的表现。即时阮嘛要为着要施要整来求主带领，因为当阮看到因遮尔可爱、遮尔好喙的时阵，阮就要大大拜上帝你感谢，因为细囝乃是阮教会的望，求主继续保守即对的细囝。即时阮嘛要恳求你，也甲慧玲、文祥因即个家庭同在，也求主保守。无论是志怀伫最近的车祸求主眷顾，互伊会当紧恢复健康，伫工作面顶嘛会当真正顺利。申汉甲绵绵的一家庭，也求主保守。特别伊的查某囝平叔伫最近也确确诊，主阮知影要通过即个。伊的确诊来互绵绵甲申汉因要靠着信心来求主来眷顾医治，然后即个细囝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即时阮嘛要感谢你因为你互威志甲龙儿因伫最近得到你所赏赐的产业，也就是你互因平安来得到一位查甫婴。主求你也保守互龙儿伫生产了后会恢复，会当真健康，像是互即个胎儿真可乐也会当顺利平安成长。阮也要为着署名甲伊的先生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伫即个家庭内底，因为有主的眷顾甲疼痛，互因会当信仰那加天也会当喜乐满满伫因的家庭的中间。即时阮为着这事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请坐。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第391首，乌老天顶主宰，吟诗山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三角伫地，也帮助咱每一个人伫无通仰望的时，靠主犹原有仰望，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今仔日的聚会到这，请热岛散会互相亲睦交谊。